今年係建築測量師大獎10週年，亦都係第一次推出香港境外項目類別，充分肯定同體現香港建築測量師嘅專業實力，貢獻境外地區嘅基建同埋樓宇發展。今屆參賽作品遍佈不同地區及城市，建築項目各有特色。無論係工商業樓宇定係社區建設，都展現咗團隊嘅國際層面上嘅專業成就、創意同協同精神。喺香港境外工作，除咗要面對地區文化、法規同埋環境嘅差異，更加要靈活運用香港建築測量師嘅專業經驗同埋知識，確保項目嘅品質同埋標準。項目成果正正反映咗香港建築測量師嘅國際視野同專業水平。今年亦都增設咗最受歡迎建築項目獎，我邀請你哋一齊參與，支持最具代表性嘅境外項目，為香港嘅專業精神投下你嘅一票。